就是有点羞辱中共的意思。我们来看，他是这样公布的：二战中死于国军的是318883人，死于共军的是851人。大家听好了啊，851人，是不是毁我们的三观呀？当我们看电视神剧的时候，哪一支八路军部队不打他几千日军、成万日军，对不对？现在人家公布这个数字了，是851人，而且他公布了明细，他是这样说的：八路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，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，38年的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，39年的济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，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，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，115师陆防突围毙敌16人。以上战役共击毙日军呢599人，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星小战斗，就是打死1、2个、2、3个这样的游击战呢，合计共军击毙日军呢851人，而且都是有名有姓的。那么我相信呢，日本公布的这个数据呢，应该是真实的。那么日本为什么现在对外公布这个数据呢？那么我觉得他就是有点羞辱共军的那个意思。实际大家都知道，在西安事变以后，说的是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，但是毛泽东当时在洛川会议上给八路军定的调子就是7分发展，2分忽悠，1分抗日。那么确实按照现在这个歼敌数量，就是符合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的。大家来看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以后，大概就是7300人，加上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不会超过15000人。但是抗战8年以后，八路军达到了120万人。你想想，这个增加是多少倍的增加？假如说他在不停的艰苦抗战，那么按道理来说，部队应该是越打越少嘛，八路军怎么会越打越多呢？对不对？我觉得五毛粉红呢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在正面战场，国军是越打越少，